林哲，这个时代最具天赋的车手，遭遇了难以置信的意外。前世我破纪录无数，疏于陪伴家人，现在我只想当个出租车司机，安稳度日。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救人！快，司机，去中心医院！上车！快，一定要快！只要我老婆没事，多少钱都行。系好安全带，坐稳了。这是晚高峰，前面堵车啊！丁，车神辅助系统正在激活，实时任务，将孕妇平安送到医院，奖励医院股份。系统，算了，救人要紧。小心！我好像看见了一阵风 ，S 甩尾。师傅，你这车也太快了，这是桑塔纳？小改了一下。师傅，你这是去哪儿？方向不对吧？我知道一个近道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全国职业赛车友谊赛现场，可以看到严冬遥遥领先，今年的冠军也毫无悬念，让我们期待他跑出新纪录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出租车！我去，出租车冲入职业赛场！哎呀，这破车进去不是找死吗？胡闹！哪来的出租车？我马上去查。全国媒体都在场，出问题怎么办？快看！好快，越来越快了，这简直不科学！他快追上严冬了！哼，第5个总冠军，非我莫属。严冬，右边有辆车追上来了。什么？难道是我慢了？不，你已经破纪录了，是他速度非常快。出租车，桑塔纳，不知道他什么来头，但是休想超过我，否则可丢人丢大了。快看，那辆出租车没有领航员，他一个人在开，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追上了！严冬的保时捷造价1000万，这辆老式桑塔纳竟然完成追赶，简直前所未见！出租车第一，今天真是开眼了 ！Yes！ 市区堵车严重，问一下孕妇还有多久到？到北山了，司机说3分钟，简直胡闹！这么远3分钟怎么过来？喊救护车去接应他们。来了！不是在百山吗？这么快？快快快，把孕妇抬到担架上去！谢谢师傅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别耽误，救人要紧。如果我没出意外，老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看你开心的，轻点。恭喜宿主完成第1单特殊载客任务，奖励医院40%股份，额外获得新手礼包、神级护身符、神级驾驶技术、神级改装技术、神级交通工具精通。这些奖励对我有什么用？我不要股份，也不要什么技术，我只想回去陪伴家人。宿主，请冷静，这些奖励只是铺垫，只要您持续完成特殊载客任务，积累足够的点数，就能让您重返前世和家人团圆。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，只要宿主坚持完成任务，赚够点数，就能重返前世与家人团聚。请问那个出租车是神秘嘉宾吗？是主办方为了节目热度特意安排的吗？居然能碾压严冬，这简直是怪物！方便透露一下车手身份吗？这个具体我们不方便告知。这丝滑过弯简直是艺术，这天比头文字 D 还刺激，哈哈！严冬粉丝呢？不是说5冠预定吗？开车的小哥长得好帅啊！3天内我要他的全部资料。看来要遇到特殊乘客，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。提示：已帮助宿主开启人气直播功能。叮，直播已开启，系统会根据人气值奖励点数，人气越高，奖励越好哦。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我一定要攒够点数回家。出租车直播有点意思。等等，主播有点眼熟啊！这不是那个闯进赛道吊打严冬的车神吗？事出有因，
你们不要模仿哦。他一个出租车闯进职业赛道还有理了？就是，超速行驶危害公共安全。长得帅有什么用？这种人就该吊销驾照。我已经举报了。宿主好厉害，人气值突破10万啦！严冬粉丝战斗力还挺强。大家快看，官方出手了！系统调出公告，关于出租车闯入赛道事件，司机林某存在严重超速情况，扰乱公共秩序。我们将约谈相关出租车公司，并吊销司机林某驾驶证。系统，你有办法处理吗？抱歉，宿主，权限不足。驾照吊销，我还怎么回家？等等，热搜有反转！难怪主播说事出有因，这是2条人命啊！肯定是临时找的救兵，绝对是做戏。师傅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局长，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到达100万了，网上舆论都在给林哲求情，违规超速加视频造假。好你个林哲！局长，核实过了，确认医院视频为真，再晚一点，1尸2命。林哲，执法队来通知了，处罚取消，你抽空交个罚款就行。好的，领导。看到最新公告了吗？就算救人，那也是超速。嘴真硬，主播可是挽救了一个家庭。今天不早了，我们明天。师傅，去海城机场2小时能到吗5个小时都到不了吧？主播小心，这人不对劲。这么远，你怎么不坐高铁？我做医疗器械破产，被限行了，女朋友跟人跑了。我想去机场看她最后一面。我去，这哥们儿恋爱脑啊！车神，走，看看什么女人值得他这样。女朋友跟别人跑了，你还要再看一眼？对，再看一眼。上车吧。 500公里啊，飞过去吗？我知道一条近路，坐稳了。车费500，先欠着。我去，这不是无人区吗？这几百里山路连个灯都没有啊！师傅，你开慢点儿。放心，无人区是不限速的。 其实赶不上也没事啊！我是在坐过山车吗？抱歉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怕。是你太快了。你想过他的现任是什么样吗？肯定比我优秀吧。当年我忙于创业，没有时间陪他。后来负债，小雪又跟着我东躲西藏。 是我对不起他。我去，怎么找了个老男人？这是傍大款被抛弃了，亏我还觉得女人有苦衷。是他，他是小雪的父亲。小雪骗我，他根本不是出国。什么虐恋剧情？他要是真对不起你，几年前就走了。原来是他在帮我还钱。现在他要被家里带走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有时候。 该见的人，一定要见。谢谢你，司机大哥。哎，你之前积压的医疗器械可以联系中心医院收购。快去吧，他还在等你。一点心意，为我刚才的话道歉。主播一个司机认识医疗大佬。我去，企查查上医院控股人士林哲。出租车司机竟是隐藏大佬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 哪个不长眼的，大晚上打电话？这不是空降的神秘大股东吗？这种级别的人打电话必定是大事情啊！老板，您好，等您电话很久了，有什么指示吗？好的，马上采购，有多少我们买多少。停，载客结束，回家进度5%。太好了，按这个进度，很快就能回去了。恭喜宿主获得 B 级宝箱，是否开启？ 开！恭喜宿主获得豪华别墅一栋，请选择地带。系统，这些奖励我能带回去吗？当然可以，奖励会跟随宿主转换到所在世界。太好了，这个合适，小小肯定喜欢。碧水1号吧。这款桑塔纳绝对是非法改装，这种行为对车身损耗极大。 除了亡命天涯的堵车党，根本没人加装。您是说，林哲是靠非法改装赢得比赛吗？我怀疑这根本是林哲精心策划的炒作。我不觉得是炒作，他非常厉害。
那一天，我确实输了。这才是职业车手该有的态度啊！输了就是输了。1个月后是职业冠军赛，比拼的是纯粹的改车和驾驶技术。林哲，你敢来吗？哎，师傅，这里不让停车。什么？说你呢，赶紧走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这是我家。哇，见到真人了！车神竟然也住这儿，真人更帅了。林神求合照。我只是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。这年头开出租车这么受欢迎？车神，严冬邀请你参加冠军赛，你看到了吗？擦车呢，没看手机。他们都在说你怕了，不敢应战。前世未完成的比赛要在这里完成吗？系统，打开直播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比一场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比一场吧。帮我联系冠军赛，我要赞助。好的，大小姐。老人家需要帮助吗？我出门给老伴买橘子，他们都不收纸币，我走了很远，迷路了。没事，我送您回去。小伙子，真的谢谢你，太感谢了！恭喜宿主遇到特殊乘客，任务奖励 SSS 级氮气加速系统。这个老人家看起来很普通，为什么是特殊乘客？难道是隐藏的科研大佬？呜，想我姥姥了，她也会这种走很远去给我买吃的。气死我了！老奶奶的儿女呢？太危险了，还好碰到了主播。老人家，您的儿女联系不上吗？不怪他们，我的儿女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女。唉，很多老人就是这样，宁可自己受苦，也不麻烦子女。再忙也不能不管家里老人啊。估计是在外地工作。这怎么着火了？请马上离开，人员基本撤离了，消防马上就到。看到我老伴儿了吗？他腿脚不便，肯定还在里面。怪我不该出门，他是我唯一的家人了。这就是特殊任务吧？小伙子，别去！车神想干什么？不会吧？别冲动，太冒险了。等等，这里不是陈明家吗？火势蔓延太快，请求支援。他疯了！一辆出租车穿越火祸进入了灾区。什么？是他，是车神林哲。联系出租车，全力支援，保障群众安全。妈妈，真的有超人吗？乖，等下超人就会来救我们的，超人马上就到了。先上车等我。还有机会。小明，爸爸来陪你了。小伙子，你是？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。原来这才是特殊任务。出租司机，火势已蔓延到4楼，请马上离开。小伙子，把我放下，你自己逃，还有救。司机的职责就是把乘客安全送达，老奶奶还在等你。是我不好，我害了这个小伙子，他只是好心。您别担心，火势正在控制。糟糕，苏神直播信号也断了，千万不要有事啊！为车神祈祷。之前
前出租车司机林哲穿越赛道救下孕妇，这次他义无反顾冲入火海，让我们期待奇迹。林哲，我相信你。还等着你直播呢，祈祷，还想看车神比赛呢。林哲，穿越火海，这简直是一次奇迹。我没事，去看看后座。你是一位英雄，谢谢你。前一世我飞驰人生，如今放慢脚步，看到了不一样的人间百态。恭喜宿主完成载客，回家进度18%。林哲先生，刚才那一幕实在震撼，你是大家的英雄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只是在想，车坏了会有人免费帮我维修吗？希望有好心人联系我。事了拂衣去，不愧是车神。喂，林哲，你快来公司一趟。糟糕，不会是车坏了？领导要找我麻烦吧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多人！林哲来了！等等，你们这是？你别误会，我们是来送锦旗的。小林啊，你那辆桑塔纳包在我身上，我已经让最好的师傅去修了。龙虎师傅啊，桑塔纳这么快就修好了，真是太……这根本修不了啊！这哪是普通的桑塔纳哟？我研究了一晚上，它全车甚至电路系统都爆改过，这个改装手法太精彩了。要不您把车主联系方式给我，交流一下。没事的，领导，场地借我自己修。小伙子，这车真是你自己改的？我干汽修一辈子，从没见过这种手法。自己瞎琢磨的。恭喜宿主获得 SS 级氮气加速系统。我操，我没眼花吧？地上是氮气加速系统，主播在开玩笑吧？这一天能装好？这要是能组装上，我倒立。哎，别在这骗吃骗喝啊！不是一天，而是1个小时。666，好大的口气！人家实验室都搞不出来的东西，主播别折腾了，还1个小时，主播飘了啊！真当自己是车神了。年轻人，切莫托大呀，改装车急不得啊。放心。系统，发动神级改装能力。我干了一辈子机修，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这引擎，这走线，简直是艺术品啊！我请了最顶尖的专家都没研究出来，他居然1小时内装好了。这不是科技发布会的概念产品吗？我操，主播牛，给我干哪来了？主播是科学院的，肯定是假的。过几天国比赛露馅了。一切就绪，这场比赛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欢迎大家来到4年一度的 K1 环道赛现场。哥，加油，干掉林哲！上次的失利不算什么，这一次把冠军拿回来。这一次，我要和林哲光明正大的对决一场。快看，是桑塔纳，在专业的国际比赛上，他开着桑塔纳来了，是车神，车神来了！敢开桑塔纳来这种国际比赛，恐怕也只有车神了。
确实是林哲，不知道这次他能否重现超车的奇迹。您确定要驾驶这辆桑塔纳参加比赛吗？最后一场比赛，等我回来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弥补前世遗憾，夺冠，然后回家。出发吧，林哲。林哲，你到底什么来路？严冬这辆法拉利是全球首秀，有最尖端的涡轮增压系统。丹尼尔选手驾驶的这辆黑色迈卡伦，极限时速可达405公里，环道赛更是占尽优势。林哲这辆出租车，符合最低参赛标准，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？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作为车手，连个像样的赛车都没有吗？这辆车赢你们足够了。完美的起步，这个速度基本已经达到桑塔纳的极致。只可惜啊，再完美的技术也无法弥补车辆差距。林哲应该很快就会被其他超跑甩得远远的。我看到了什么？林哲居然在加速！短短7秒，林哲竟然捧到第2，和严冬僵持不下。那，这真的是桑塔纳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，车神加油！才第1圈，别高兴得太早。林哲，我十分欣赏你的技术。但是，技术是无法扭转车辆差距的。林哲选手已经做到了极限，可惜啊，车辆差距是无法弥补的。若是真的给他一台豪车，或许真的能称霸整个赛场。弯道才是我真正表演的地方。林哲，这次你输定了。我只有夺冠，才能续约代言。还清赌债，我不能输！严冬被超车了，什么？丹尼尔入弯太快了。丹尼尔请知道，这种不理智的跑法十分危险。林哲也不要命了。桑塔纳竟然也选择了加速。就凭一辆桑塔纳，也想和我较量？做梦去吧！现在，表演开始。我不能输！危险！林哲太心急了。丹尼尔还在加速。一群疯子！他不要命了，前面可是150度的大弯。还不减速？这个人要干什么？这是传说中的排水渠过弯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可以见证这样的奇迹。危险！不，我不能输！叮，车手神级直接发动。天啊！丹尼尔选手的车辆撞毁了，快，救援队！天哪！完了！他这种速度，简直是送死啊！希望人没事吧。林哲选手此刻完成了反超，比赛继续。直线赛道，桑塔纳又被拉开差距。毕竟是桑塔纳嘛。林哲，到此为止了。现在来试试吧，我的极限。我看到了什么？时速突破370，430，440。是氮气加速系统，它竟然真的成功了！破纪录了！我们见证了世界纪录的诞生，速度还在飙升。
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落后了？氮气加速系统失效了。林哲，轩已经跑完了本场比赛。这是领先了一圈。恭喜车手林哲第一个完成比赛，获得冠军。据我所知，这是林哲选手第一次参加职业赛，他连续创造2项世界纪录。除了天才2字，我已经找不到形容词。他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冰岩，比赛看得开心吗？看上哪辆车了？爸给你买。爸，你帮我问问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年纪多大，有没有精通驾驶的？恭喜恭喜，太厉害了！你好，客气了，只是侥幸获胜。要不要来我们车队啊？待遇来我们这里，待遇你随便开。哎，老徐，你可别说，你那破车队……谢谢各位美意，我是个出租车司机，赛车是业余爱好而已。好狂的年轻人！那我们就不打扰小兄弟了。我去，是龚宇辉，他不会看上林哲了吧？听说黎明车队背靠陈氏集团，根本不缺钱，待遇极高。小帅哥，跟了我，签约费5000万。这还只是签约费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怎么还不够？小帅哥，这个价格已经是圈内顶级了。我知道。8000万，外加车队人员供你差遣。不加车队，我只想安静地当一名出租车司机。等你后悔了，随时联系我。雨辉姐，她同意了吗？没有，但我相信，她之后会联系我的。医生，赶快救救我的孩子啊！主任，他还在持续感染。这种情况只有送到燕城才有机会，必须要快。直升机到了吗？外面在下大雨，治安队的直升机能见度不够，无法降落。800公里远还都是山路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时间不多了。对了，找上次那个出租车司机，快联系出租车公司。恭喜夺冠，哲哥不会要去当职业车手吧？出租车才是我的主业。哲哥，有情况，中心医院那边。我看到了，马上去。我先对患者进行固定，麻烦您开稳一点。放心。叮，检测到在科，直播自动开启。你好，我是指挥员汪泽，这是一场跨省救援，特许超速驾驶，我们这边会为你做紧急避险处理。明白，目前车速290。紧急通知，高速路坍塌，进行，请绕行。完蛋了，不走高速根本来不及。对啊，最短也要1200公里，除非走山路九门沟那边。有仇吧？那里白天我都不敢开。导航路线绕行高速，走公路穿过城镇，到达燕城，穿越九门沟，接上诸城高速。我决定穿过九门沟。林哲，相信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年纪轻轻，我却觉得很可靠。
林哲，我敬佩你的勇敢，祝你成功。出发，坐稳了。最新消息，载着烧伤女孩的出租车即将进入九门沟区域。不愧是我看上的人，你真的不愿意加入黎明车队吗？他开车好稳，几乎没有颠簸。吓死我了！这是狼叫，而且不止一头。你看，怎么了？怎么办？别慌，下个转弯我甩开他们，你照顾好小孩。好。叮，启动神级车手系统。主播6666，车神牛皮啊！这简直太帅了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怎么办？要停车吗？没事，坐稳了。太强了！我刚才吓得把手机摔了。林哲，这条路太危险了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替小女孩的家人谢谢你。我相信他，一定可以把我们平安送到。下高速就能到医院了。姐姐，我难受。糟糕，麻醉效果过去了。乖，马上就到了。可以少量给镇定剂，抗生素注射了没？也可以缓解。你好专业。以前我带老婆去医院，碰到过这个情况。不知道她和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不是单身吗？这怎么办？来不及了！九门沟都闯过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姐姐，你在哭吗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系统。道路堵塞，建议绕行。可恶，明明只差最后一步。姐姐别哭，我不疼。小月，你放心，叔叔一定送你到医院。司机林哲已经到达堰城，附近的民众自发为林哲开路，这是一次全民接力的救援。来了！快快推进抢救室！网友称呼他为车神，并不是因为他逆天的车技，而是危机到来，他总能第一个出现，用自己影响了千万人。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英雄。恭喜宿主载科完成，回家进度25%，热度值结算中，额外获得 A 级宝箱。之前日常直播都给的一些 C 级甚至 D 级宝箱，
开完都是一些破铜烂铁，还是第一次见到 A 级。获得复眼视觉的奖励。也就是说，我可以在0.01秒内看清一切，最大限度地避免发生意外。送医及时，经过1晚的抢救，已经脱离危险了。谢谢医生。只是下面的植皮手术难度较高，处理不好，小女孩可能毁容。医生，她还这么小，我们只能尽力。这个手术只有京城的陈教授能做。妍妍放心，我保证那个小女孩的皮肤完好如初。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要亲自主刀？你就是林哲吧？是你直播间的观众联系我帮忙的。请问，他是你的车迷，具体的嘛，我也不方便透露。老师，您这边请。小月，护士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小月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正在做植皮手术。谢谢你，医生。是他，多亏他冒着生命危险开车，小月才能平安送达，否则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没办法。感谢恩人。人命关天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。林先生，请留步。您今天的壮举，大家都在关注，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吗？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，送到每一位乘客。林哲，你就这么不喜欢被我采访吗？林哲，可以加个好友吗？今天多亏了你，回去之后我请你吃饭。好。王婶，来份手抓饼。哟，小陈出车呢，你太厉害了！昨天的事情新闻都在报道呢，大家都说你是真英雄。这顿免单，再给你加2个蛋。谢谢王婶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小陈啊，有对象吗？昨天不少姑娘打听你呢，还有个小记者追着我问了1小时。不用，我都结婚了，老婆在老家等我呢。哎呦，是大娘多嘴了，瞎操心。只要再做几次特殊任务，就能回家见到微微了。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是你们害死了我儿子，我要让你给他陪葬。你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儿子。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孙建业，既然我儿子死了，那就用你儿子来还。玉队，绑匪身份确认了吗？绑匪名叫周大龙，他被欠薪2年，先是妻子不在了，和儿子相依为命。1个月前，儿子又因手术去世，他认定是医疗事故，蓄意报复医生。被绑的小孩是他前老板儿子孙小天。玉队，绑匪心态很不稳定，几乎崩溃。继续监控，通知平台，直播先别封，这是唯一的线索。他为什么要开直播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他选在白天公开绑架，不是为了匿名犯罪，他要让所有人看到世道不公，想让更多人陪他一起痛苦。这是宣战，也是最后的求救。先定位，马上组织营救。信号被干扰了，无法定位。动员群众力量，发布社会悬赏，务必找出贼匪位置。情况大家也都了解了，人命关天，有线索一定联系于队长。这林子是有点熟悉，我去看看。我瞅着也挺眼熟啊，你们看那个电线杆子。哎呀，这画面太快了！不磨蹭了，我去北城看看。1、5、10。我是林哲，
绑匪目前应该在滨城西的2条山区公路上。你怎么判断的？他时速100，20秒过了10根电线杆，是山区电线杆的距离。什么？出租车行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刚刚有一个叫林哲的司机说绑匪朝山区去了。快，出动所有警力去山区！局长，这个消息我还没有核实。放心，不会错的，因为他是车神。居然是他！车神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比一比，谁先找到绑匪。哈哈，我要拉你们陪葬！叮，复眼视觉开启。找到你了！各部门注意，林哲传来消息，劫匪位置已确定，坐标215.463，劫匪要跳崖，务必在10分钟内到达。他定位怎么比仪器还精准？没错，是劫匪的车辙印。你好，我是救援组的林慕华。让开！感谢你的帮助，接下来交给武装直升机。让我去追，快来不及了！就算你追上他，前面是悬崖小路，你要怎么逼停？只是徒增伤亡。我和你一起去。系好安全带。叮，检测到宿主宰客，直播开启。这种漆黑的山路，他居然开到时速200，不好！绑匪请注意，马上停车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是他，就是那辆车，只剩5分钟了。怎么会有出租车？他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是他，儿子，老婆，我这就来见你们。路这么窄，你打算怎么拦住他？车上还有人质，如果直接撞上去，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！不好，桑塔纳侧翻了！这是什么？飞起来了！那辆轿车竟然在空中改变了方向，他想尝试迫降拦截，不行，太危险了！等等。这就是车神的实力吗？天啊，这简直是一场极致的驾驶表演！好，接下来所有队员快速靠前。怎么办？刚刚倒车档，现在才是前进。怎么回事？一辆桑塔纳哪来这么大动力？这不可能！跟我比动力。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弃抵抗。跟我走吧，有什么话到警察局再说。糟糕，他要自杀！不要做傻事。为什么？我是医生，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任何人死在我面前。带我走吧。林哲，谢谢你。刚才太危险了。你们认识？之前送病人去医院认识的。每次你都及时出现，是不是有些太巧了？系统，这个女人好像发现了什么。宿主放心，已紧急修改监控。真是巧合，之前多亏我直播间的网友，这次不是你们发布的悬赏吗？林哲用精湛的车技证明，真正的车神不止于赛道。林哲，想低调都不行哦。叮，宿主
有新乘客。不是说今天休息吗？先避避风头。师傅，去高山水库。先生，我暂停接单了。叮，绑定特殊乘客，直播开启，目标高山水库。他是特殊乘客。岳教授，还没到吗？碰到个不长眼的司机，被拒载了。拒载？您现在在哪个位置？您把电话给那位司机。喂，林哲。林队认识这个司机？林哲，情况紧急，麻烦你了。好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服务意识太差了。你今天载我也算大功一件。等下媒体采访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你自己不是有车吗？怎么不开？你懂什么？我那个车前前后后光改装就花了300万，车胎都是进口货，跑山路我可舍不得。你别不信，我可是特聘的救援专家，年薪这个数。要不是赶时间，谁会坐你这个破车？赶时间啊，那我可得开快点了。给你来点刺激的。慢点，慢点！还嫌慢啊？妈妈。这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营救，救生艇尝试多次都无法靠近。国内知名营救专家岳云士教授正在赶来，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。他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谁知道呢？抱歉，没想到你这么胆小。您好，岳教授，时间紧急，说说您的方案吧。我知道怎么办，你们看，这边是浅水区，水不深，现场所有救援队员手拉手组成人墙，涉水过去，等到了桥端上，爬上去救人。不行，我不能拿队员的命去冒险。妈妈，我好害怕！求求你们救救我儿子吧！队长，来不及了，就算有危险，我也愿意一试。是啊，队长，听专家的，让我们去试试吧。所有人穿好救生衣，跟我下河。抓紧！拉绳子，上岸！造孽啊！这么急的水怎么过得去？咱也不懂。据说是特地请来的专家。岳教授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推算出水流无害的。今天的事儿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什么解释？我的理论没错，是你们能力不够。你干什么？别乱来啊！记者都在呢。你要是有办法，请我来干什么？林哲，冷静。我还不是为了救孩子吗？把嘴给我闭上！看什么看？有本事你飞过去啊！那你睁大眼睛看好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冒险。哼，一个破司机在这装什么英雄？路上你光顾着梳头，一次现场情况都没问过，你也配当专家？你说得好，车神加油，我们相信你。5、4、3。
他真的飞出去了！林哲，加油！被困小孩成功获救，让我们期待车神归来。恭喜宿主完成特殊任务，回家进度35%，奖励超声波听觉定位。单靠听觉就能判断位置，不愧是系统出品。车神，这次一定要接受我的采访呀！孙记者，采访采访我吧，要不是我，这个司机也不会上山啊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林哥，又有人来送锦旗了。昨天新闻上省救援队点名表扬你呢，林哥真厉害。不知不觉，居然这么多了。林哲啊，你现在可是公司的门面。刚刚豆沙平台联系我说邀请你去参加什么年度直播颁奖仪式。领导，我只想好好开车。嗨，你这孩子，整天就知道开车修车。没个年轻人的样子，我给你批了10天假，去吧，好好玩玩。10天假哎！不知道奖品是什么？让我们揭开今天的重头戏！3、2、1。这不是陈氏集团之前宣发的概念超跑银翼吗？太帅了吧！这应该是亚洲首秀，据说全球限定3辆，有钱都买不到。要是能上去合照就好了。下面有请神秘嘉宾陈冰妍小姐为车神颁奖。我没听错吧？这种规格能请到陈氏大小姐，那个车神什么来头？你放心，烧伤的小女孩已经恢复如初了。典礼结束后，在海边等我。车神，能带我去兜一圈吗？车神，求合照，求签名。车神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求签名。对，就签衣服上。前世，我也有最风光的时刻，那也是离死亡最近的时刻。现在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都别急，一个一个来啊。看得出，你很受欢迎。你好，我是黎明车队的老板兼车手陈冰妍。小月的事，谢谢你，但我没有加入车队的打算。可是你明明属于赛道。上次只是一时兴起，我只想早点做完任务，和家人团聚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地下黑车比赛？这种比赛都是亡命之徒，我更不会参加。不想参加没关系，
你可以当我的私人教练，薪酬好谈。如果你喜欢出租车，我也可以直接送你一家出租公司。这是3个月后的峡谷赛资料，一模一样，这居然是我前世出车祸的赛道。检测到宿主触发隐藏任务，刹车失灵的真相。刹车失灵的真相。丁，宿主前世车祸并非意外，3个月后帮助陈冰岩赢下比赛，可解锁上帝视角哦。并非意外。不查清楚，回去也是隐患。我接受你的邀请，合作愉快。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比赛失误，才冲下悬崖，居然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宿主放心，只要完成比赛任务，就会真相大白啦。距离比赛还有3个月，我先攒攒回家的点数。去哪儿？师傅，继承矿山去不去？我只有300块。上车吧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在科，开启直播。谢谢你，师傅，太谢谢你了。我刚刚拦了好几辆车，都说不去。山上路况不好，普通车上去一趟风险太大，也不怪他们。但对我来说，这世上没有不能开的路。出发。我想去矿上给我丈夫送点衣服，半年没见了，也不知道他瘦了没有。我也半年多没见我老婆了，等事情结束，我就回去。师傅，能帮我喊一下老林吗？老林啊，换班下矿去了，估计7点上来，你上办公室等他吧。谢谢啊。我去跟矿场的人反映一下。师傅，是等着急了吗？我丈夫马上就下班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，这个是我在矿洞入口捡到的。镜子被夹碎，这代表山体可能已经发生位移。哎呀，山体微微移动一下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做这个矿场已经20多年了，一次事故都没发生过。安全顾问在哪儿？我直接跟他说。哪有什么顾问？一个顾问的工资都够我挖几车煤了，真出事儿会有警报的。算了，不跟他废话。快跑！塌了！老板，矿洞下面的信号线全部断了，还有10几个人没上来。你说什么？这线都断了，这表示内部出现了严重塌陷啊！快通知救援！
老林，我们家老林还在下面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他带出来。怎么还不下去？司机下午请假了，这步的状况，这个状况，其他人不敢开呀。我来开。可是你不熟悉路况。好，既然你执意要下去，我也不说什么了。我个人奖励你1万块钱。小哥，这太危险了，还是等专业的人员来吧。你还年轻。这世上没有我不能开的路，放心吧。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前进。叮，复眼视觉开启，超声波定位听觉开启。快看，是救援车！快上车！检测到宿主宰客，直播开启。还有别的出口吗？我来的时候，前面通道已经出现坍塌。师傅，去东边，那边有出口。都抓好扶手，坐稳了。太慢了。不好！前面也塌了，完了！我要是死在这儿，桂南怎么办啊？这车150、100米加速，需要在6秒左右才能完成。车上13个人，加上重力影响，抓紧！我要加速了。我还以为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前面拐过去就是出口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师傅。师傅，怎么了？抓紧！怎么会这样？前面就是出口了。我们应该是没救了。不要放弃，我们还可以等待救援。根本不会有救援的，这里是民营矿场，金达班肯定会把事情压下去。是啊，没人会来救我们的，顶多赔点抚恤金。大家不要慌，这里发生的一切已经通过直播传出去了。唉，不可能，这里根本没信号，这是真的，有几百万人观看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保存体力，相信国家，等待救援。你这伤得处理一下，会感染的。不碍事，皮外伤。你们等我一下，后备箱应该有急救包。连个急救包都不好好配，把人命当什么了？之前有一些低级宝箱，这回派上用场了。系统，把剩下的宝箱全开了。叮，直播关闭，正在开启 D 级宝箱18，F 级宝箱的20。恭喜宿主获得可口可乐2箱、压缩饼干5箱、程琳演唱会门票1张、医用急救包3件、防潮点10张、洗衣液3箱。怎么还有门票？不错，这波不亏。车里居然有这么多物资，这也太富裕了，还有防潮垫。小哥，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肯定是带下来的呗。这下好了，老林，我给你包扎胳膊。大家赶紧分发一下，先补充体力，等待救援。事发矿场属民营性质，老板叫金大本，
塌发发生到现在，金大本没有向任何部门报告。想压下来，马上组织救援。这10几个人，就是10几个家庭，绝不能让悲剧上演。明白。老板，外面的矿工家属越来越多了，还有记者赶到，我们继续封锁消息会不会不好啊？你一根筋呀！矿井塌陷，他们在地下1000米，1000米什么概念？哼！去，多派几个保安过去，把家属和媒体轰走，就说是个小型塌方，咱们内部正在组织营救，让他们不要扰乱秩序。好，我出去看看。让我们进去。矿井下面发生坍塌了，为什么不把情况告诉我们？我儿子还在里面啊！求求你们救救他！现在是晚上7点，人员已经被困3小时，是谁给矿场封锁人命的权利？矿场内部正在组织营救。算了，把门打开，让他们进来。是救援部队。太好了，我儿子有救了。不好，刚刚大震动，直播信号中断了。人员已经被困4小时，物资短缺的情况下，不知道他们的心理会不会支撑不住。等等，直播信号恢复了。目前一共12个人被困，4人有轻微擦伤，已经在包扎了。水源阳气充足，我们位于矿井东部的开采区域。太完美了，他照顾到了每个人的情况。现在矿井下面的气氛非常好，所有人都有强烈的求生欲。听说这个年轻人是一位出租车司机，在这种高压环境还如此冷静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！不管下面情况如何，我们都要抓紧时间。钻孔机怎么样了？设备调试完毕，预计6小时后能打通。我们开始吧。不行，通道都封死了。小哥，这是我在第2个逃生通道拍下的。最多还有1天时间，这里会彻底坍塌。有钻孔声，是救援队。不好，快上车！丁，检测到宿主在人，直播开启。危险！要塌了！这一次，我要和死神赛跑。完了，掉坑里了！通道就在前面，偏偏这个时候震动，这就是命吗？希望抚恤金能多给点儿，家里小孩还在上学呢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本就是高危职业。不要慌，我们还有机会，只要在落下之前穿过前面的弯道。又是弯道，前世最后一场比赛也是弯道。丁，复眼视觉开启，超声听觉开启。怎么黑皮了？等等，有声音，是引擎声。太好了！啊！救生舱到了！接下来只要顺利搭上救生舱，就安全了。你们和上元先上去，我殿后，没时间了，快！
好了，他们准备好了。目前山体稳定，一切正常，还剩500米。孙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，你没事。多亏了那个叫林哲的小哥。林哲，你一定要平安上来。该你了，哲哥，一会儿见。只剩我一个了，来不及，只能跳上去。载客结束，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强化，体能提升至人类顶尖水平。来得正好。不好，下面开始坍虾了。司机小哥还没上来吗？他是为了让我们先走啊。等等，林哲跳上来了。这简直超越了人类的极限！快，拉救生舱！林哲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我没事儿。好样的！你是真正的英雄。走走走，先跟我去检查身体。我没事，真的。刚刚，所有被困的人员已成功获救，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救援。小伙子，有没有兴趣到资源战略局工作呀？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谢谢，我打算继续开出租车。面对这种机会，竟然不心动，这小子不简单。哈哈，你还年轻，考虑好了联系我。好啦，这几天别沾水。谢了。跑得真快。林哲再一次带来了奇迹，他如同一个纽带，把所有人连接在一起，共抗灾难。稷山矿场老板赵某不顾安全隐患强行开采，塌陷后瞒报灾情，同时还涉及下矿人数与登记不符、阴阳图制等多项违规行为。执法局已展开调查。载车结束，目前回家进度68%，本次直播人气新高，获得 S 级宝箱。回家进度涨了这么多，还有 S 级宝箱，开！恭喜宿主获得模式转换面板。这是？宿主可以一键转换车辆模式，比如防水模式、雪地车模式、碰撞模式等。碰撞模式可增加极端条件下的生存能力。这是一键改装，不愧是 S 级奖励，这下任何情况都拦不住我了。林哲，明天来队里做个笔录。另外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好，明天见。林哲同志，这次矿难多亏有你，上面已经颁发了嘉奖令，明天送到。这是大家一起救的人，要不是有你们，我这次就危险了。陈哥，你别说，你从矿里飞出来那段，我看了不下10遍，跟武打片一样。对呀，有空教教我们呗，怎么练的？运气好，别学啊。林哲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走，我们去看看食堂有什么菜。林哲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有个小妹妹的导盲犬被偷了，我们只查到在外资开发区附近，那里情况特殊，没有证据，治安局无法进去搜查。
华姐姐，万福找到了吗？哥哥带你去接万福回来。检测到载客，直播自动开启。放心，今天一定能找到万福。谢谢，大哥哥你人真好，像广播里那个英雄一样。超声波听觉开启。找到了。会不会开车啊？等我一下，我去接万福。你抓走的金毛呢？什么金毛？老子不知道。大哥，他好像是那个车神。哼，什么狗屁车神？车神就能开车撞人啊？神级体质启动。大哥哥，外面怎么了？万福出事了吗？没事儿，我帮他们修车呢。这不是电视上那个车神吗？快拍下来发网上！俩壮汉被这个小哥打飞了。万福，是你吗？万福乖，我们回家。上车吧，我送你们。等等，你别想走！对啊，打了人就想走，车神欺负人了！怎么，你打了他，还想打我吗？治安员，我举报有人当街闹事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他们偷狗。冤枉啊！我没偷狗，这是我捡的狗。林哲是配合治安局协助核实相关涉事人员，我们调查到附近有违规犬只收容相关场所，欢迎大家提供线索。我家养的狗就被偷了，太可恶了，居然连导盲犬都不放过。我说呢，差点错怪车神了。大哥哥再见。再见。林哲，还有什么事吗？这几次多亏了你，明天休假，我想请你吃饭。好啊，那明天中午12点，碧海路见。美女啊，是明星吗？这是什么车？是陈氏集团研发的银翼，全球仅有3辆的概念超跑，我在豆沙颁奖典礼见过一次。这也太帅了！豆沙送的车真不错，今天正好试试。林哲，他今天好不一样。是车神，哇！快拍照发朋友圈。上车，马上红灯了。好。原本以为他只是车技厉害，没想到身材也好。这个 SUV 有问题。你在局里吗？碧海路口有2个劫匪砸了一家金店，开车逃了。我正好在附近，是白色 SUV 吗？对，刚才我们追击被他撞了，劫匪车技很强，必须尽快追捕。现在特殊时期，你可以开快车，想办法追上他。终于能开快车了。
上次见识过他疯狂的车技还是……检测到宿主在人，直播自动开启，人气值累计中。彪哥，不愧是你，趁着保安换榜直接给劫了，这些可够咱们挥霍一阵了。别急，这只是开始。彪哥，后面那辆超坡跟了咱们一路，这车真帅啊！放轻松，又不是执法局的车。想追我？什么？他在等我变道减速的瞬间，到底是谁？他怎么能计算的这么精准？该死！这个车手十分狡猾。彪哥，怎么办？他到咱们前面了。就算他跑得快又如何？可别忘了，我是什么出身。一旦相撞，他绝不是我的对手。对啊，彪哥当年在黑车赛可是以命搏命的主，对手非死即残。过了隧道就是海湾大桥，我看他们怎么追。局长说各路出口已经设卡增兵，让我们别贸然行动。把所有设卡全部取消，他们一定有人接应，不会走省道。这点我们也考虑过，只是不知道他们会选哪条路。水路 ，SUV 经过改装，底盘有一圈救生气垫。我猜他们打算开车下海，弃车逃亡。所以一定有船只在水面接应，我这就联系执法队。不好，前面隧道出去就是海湾，我们，你不会要上山吧？抓紧！又来！咦，老大，前面那个白色超跑怎么消失了？别管他，先离开这里，等出了隧道，我们就自由了。彪哥，他出现了！怎么办啊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跑！彪哥，他们没追上来，很好，他们肯定不知道咱们的逃跑路线，下海去找老三。哈哈，真是高看滨城执法队了，这一路连个人影都没看到。老三的快艇在哪儿？彪哥，你身后。老三那人讲义气，他要是知道咱俩被捕抓，一定会请最好的律师，争取保外就医的。老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哥，你们这是在约会？王局，您说什么呢？是我多嘴了，林哲，我代表滨城警局向你表示感谢。有没有意向当我们的外聘专家呀？谢谢您的好意，不过我已经答应了别人的邀请，帮他准备下个月的车赛，恐怕没有时间。真是可惜。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那你以后不开出租了？开啊，只不过不在滨城开了。帮他赢下比赛，我就回老家。那比赛加油！谢谢。载客结束，人气值精算中，回家进度75%。终于要开始了吗？这地方可不便宜。我之前就说过训练要用车，你现在告诉我还没改好。陈大小姐，您这辆幻影每一个零件都是定制的，光调试就用了3周。
现在发动机突然故障，我们已经在加紧排查了。我怀疑是接线问题，可是整车线路复杂，就是神仙来了也修不好啊。请问陈小姐在吗？车神来了！我去，真是车神！车神能跟我合照吗？您上次破纪录后就再也没有参赛，现在是打算参加峡谷赛吗？我这次来是来教人开车的，算是私教吧。私教？谁这么大手？是我请他来的。妈呀，陈大小姐的私教，一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该羡慕谁现了。在车还没改好，参赛都不一定能赶上。丁，复眼视觉开启。扳手给我。你要现在改？10分钟。10分钟，就算是车神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可是上次他1小时就改完了氮气加速。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。这就是车神的实力吗？太强了！陈小姐，车辆我需要进行最后的数据测试，这布线太精彩了，光是看看我都大有收获。好，我先带你熟悉赛道。上车吧。总有一天，我也要做车神的副驾驶。峡谷末端确实和前世赛道一模一样，不知道后面的溶洞怎么样。你第一次来吧，这里地形复杂，我当你的领航员，跑几圈就熟悉了。1圈足够了。大家一般会在这里集合，待会儿我介绍几个队员给你认识。雨辉姐，这熟悉的桑塔纳，你说的神秘教练不会是林哲吧？算你厉害。这次比赛，严冬也会作为黎明车队的选手参加。好，他技术不错。冰岩，今天怎么坐出租车过来了？这小白脸是谁啊？他是我的教练，你放尊重点。我去，我没听错吧？陈冰岩找了出租车司机当教练，不知道，可能是看上他了。喂，你这是什么车呀？桑塔纳？这声音很耳熟。蓝色桑塔纳，他是传说中的车神。稀里糊涂说啥呢？飙一圈，看你这车配置一般，我让你先行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们继续。好啊。嘿嘿，我早看刘俊不顺眼，这一下他踢到铁板了。你不要耍花招啊！安全驾驶，谁先过前面的终点，谁就赢。3、2、1。呜呼，帅，精彩！车神要是来参加峡谷赛，那我真是一点机会也没有。谁不是呢？试问上次那个空中飞跃，在座的各位谁能做到？我想起他是谁了，是那个出租车神。那我还比什么？走走走，回家。走，去看看。丁，复眼视觉开启，超声听觉开启。就是这里，前世我就是这个弯道冲出护栏。天哪，他简直是沿着最佳过弯路径走进去。这片路段真正关键的是下坡，你那辆车需要调教一下平衡。谢谢，仅仅一段路我就学到很多。一段时间不见，你更强了。我开始期待这次的峡谷赛了。在加速上，幻影不会输。车改的不错，但是山路有山路的跑法。怎么会？完全被他贴住，我根本无法发挥幻影的加速系统。记录又刷新了。刚才怎么回事？你的技术没有问题，但山路有山路的跑法，就是你赛道跑多了。正规比赛是不需要处理对阳来车的，而公路赛是未知的，这种安全意识让你无法100%加速。所以，我刚才的那个弯还能再快？这是心理战，明天继续。
差不多了。观众朋友们，3年一度的地下峡谷车赛终于开始了！无限制车赛，这里有最极限的技术，最彪悍的改装。本次赛道全长400公里，1800米落差，从峡谷出发，穿过溶洞，翻越悬崖，冲过瀑布，最后冠军将在雪山的见证下冲过终点。叮！隐藏任务开始，比赛结束，解锁真相。是车王阿瑟尔，上一届的冠军哦！车王加油，把他们全都干掉！上次他把人撞下山崖，多亏米国法庭一番运作才没有坐牢。今年他竟然还敢来，也是，他跟车神比差远了，可惜车神已经不上赛场了。这里的无限制赛比我想象的还要残酷。现在最前面的是黑骷髅车队的阿斯尔，真正的地下车王。哦，龙国的黎明车队正在缓缓跟上。今天车王阿斯尔的速度并没有以往那么快，难道有什么策略？前方宽阔，可以超。不好！等等，岩东的法拉利起步就被撞了。真是措手不及啊！雨辉姐，注意安全！岩东退赛了，他们是故意的。卑鄙！可恶！几辆车针对一辆龙国赛车，这太明显了。就算是无限制赛车，刚起步直接撞车，也很少见。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。岩东是龙国 F1 冠军，最大的威胁已经出去，按计划进行。剩下的一个不留。哈哈哈！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不好，宫宇辉有危险。你不懂别瞎说。无限制比赛，发生碰撞都是冲刺阶段。可恶！谁也别想过去。雨辉姐，雨辉姐。真被你说中了，我在哪儿见过你？雨辉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短短几分钟，最后一组车辆还没上场，前面的龙国车已经被淘汰大半，太弱了，哈哈哈！我只是稍微变道，他们就反应不过来。这米国车队联合其他国家的车手，要先把龙国车队淘汰出局。无限制比赛又不是撞车比赛，这群车手简直丧心病狂。不好，他们靠过来了！这群狗东西，坐稳了！黎明车队选择反击，好，他给龙国其他车手制造了机会。哲哥，你放心吧，这弯道我闭着眼都能开。这还看个屁，都没人了。这姑娘好样的，可惜啊，要是车神在……你是车神？真的是车神？恳请车神出山！车神把我们迎回来！恳请车神出山！目前还剩最后一组车手准备入场。据我所知，最后一组里面只有1位是国内车手。我们看到一辆蓝色的桑塔纳正向赛场行去，是车神，绝对没错。当初在海城国际环道赛创造了世界纪录的男人，封神之战后，车神再也没有进入过赛道，无数车手为之遗憾。现在车神要回来了。我上场，你来当我的领航员。我还是第一次在林哲脸上看到这种表情，他被激怒了。好，坐稳了。叮！一键改车，碰撞模式启动。这辆车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
我去，我在看科幻电影，太酷了！是氮气加速！天哪，这是什么？那辆桑塔纳它在强化，简直像一台进攻机器！桑塔纳直冲黑骷髅而去，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比赛，是车神的反击！这些人一个不留。哈哈，就剩最后一辆龙国赛车了。这辆龙国的桑塔纳竟然敢上赛道！老规矩，你们直接撞飞他！又来了！他们打算像刚才那样把车身撞出赛道。四周都是外国车队，一共9辆车，他们位置非常激进，应该过了这个弯道就打算向你逼近，太卑鄙了。那就试试看谁先出局。车神林哲领跑，而且看他的位置，应该打算一个人对抗3个车队。这位龙国的桑塔纳司机太自信了，看样子他要正面对抗3个车队的围攻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哈哈哈！去见上帝吧！不，他要干什么？听说你们喜欢撞车。快救援！整个过程居然不到10秒，不给对面任何反应的机会，太强了！他车技太强了。好，车神牛太解气了！可是还有其他车，不知道车神能不能应付来。好完美的操作，他的动作像仪器一样精准。他们是同一个车队的，看样子是要找你报仇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都撞翻吧。全部撞翻？这个龙国车手他在干什么？直接绕过去。他太快了，变道。车手黑腹眼穴开启。他竟然预测了我的走位，不好，要撞上了！不好，我是黑骷髅3号，我要退赛。碾压，完全是碾压！这个龙国车手一连撞翻2辆车，居然还在享受漂移。疯子，这个龙国车手简直是个疯子！我弃权。车神把整个路段清空了，这驾驶风格太霸道了，好喜欢。原本以为车神只适合职业赛场，没想到无限制也是他的天下。看来只有车王阿斯尔能跟他拼一下了。林哲之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前面就是魔鬼龙宫，视线极差，去年1/3的退赛都发生在这里。放心。叮，超声听觉开启。峡谷路段的车应该都进来了，你猜有几辆龙国的车？哈哈，1辆也不会有了。这应该是第一次没有龙国车手完成比赛。居然有1辆漏网之鱼！凯斯，你怎么了？不可能，第10组车只有这1辆进来了。喂，什么情况？他一个人撞翻了3个团队。或许你根本不需要领航员。赛程过半，车王阿斯尔领先，车神从最后1名杀到第20名，所有车辆都不敢靠近桑塔纳，像在躲避洪水猛兽。这个龙国车手很强，但是他一个人，我看他怎么冲出20多辆车的包围，我让他有来无回。这群外国车手打算利用数量优势围堵我们，让他们靠近。既然他们喜欢撞，
就让他们撞个痛快。你是故意的，要把自己当诱饵。复原视觉开启。他冲出去了。不好，又撞上了！我的上帝！丢人！我们是来看比赛的，不是来看碰碰车的。刚才发生了严重的赛场事故，20多辆赛车全部退赛，医护人员正在紧急救援。这辆龙国车辆驾驶风格十分诡异，他们叫他车神。龙国有这种级别的车手吗？怎么之前没见过？距离河流还有多远？还有不到6000米。你要直接飞跃吗？当然，我相信那个车神也会选择飞跃。到那里，我跟他一决胜负。难以置信，这种崎岖的道路上，车神的车速竟然一直控制在370，前方就是悬崖河流，车手们准备变道。等等，他们没有变道，看来他们要在断崖一决胜负了。他追过来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在这里将他撞毁吧。跨越河流时，阿斯尔一定会对你出手。放心，这一次赢的是我们。龙国车手，英雄扮演游戏该结束了。本来以为我不惧怕死亡，现在怕了吗？这个灵者竟然还笑得出来，才没有！这怎么可能？要追尾了！天哪！我们见到车神灵者甩开阿斯尔的车，成功拿下第1位。还以为要掉下去了。前方路面有冰雪，建议减速。不需要。叮，一键改装，雪地车模式启动。一般车手最多150，他居然300。不好！躲开了。你去哪儿？林哲，你干什么？这不是终点方向。有人在那边，救人要紧。隐藏任务即将失败，哪有人啊？请宿主抓紧时间。上车！不是吧？这也有出租车？牛啊，师傅！还以为我死定了。坐稳了，我先去个地方。叮，检测到宿主在科，直播开启。师傅，你赶时间吗？注意安全！不好，2次雪崩！请宿主抓紧时间。由于雪崩，转播信号一度中断，到底谁会第一个到达终点呢？还好没参与阿斯尔的计划，现在我才是冠军。哎，这人是谁呀？怎么没印象？好像是个捡漏的。太帅了！车神是冠军，赢了，龙国赢了，我们是冠军！我去，给我带哪儿来了？冠军诞生，车神林哲赢得这次峡谷赛的冠军。我们赢了，林哲，你太厉害了！我们赢了。请问黎明车队已经和车神签约了吗？后续有什么安排？可以提前透露吗？车神只是临时加入黎明车队，至于以后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比赛，我答应过一个人，比完这场就回去。林哲，你真的不再参赛了吗？你们保重。保重，黎明车城随时欢迎你。
丁，比赛结束，人气值精算中，回家进度100%。丁，隐藏任务结束，获得物品刹车失灵的真相。林哲，没人想一直当你的影子。果然是他。系统，走吧。丁，传送开启。我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赢。系统，一键改装。精彩！林哲的今天的跑法太霸道了，直接刷新了记录，断层第一。怎么可能？车被我换了配件，应该中途报废才对啊！陈哥，你太牛了！对呀，说什么退役啊？你这状态再跑10年都没问题。恭喜啊，哲哥，刹车是你动的手脚。哲哥，你这是？哲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有什么话去牢里说吧。这是昨晚的监控录像。王驰，你涉嫌破坏赛车制动系统，危害公共安全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可能，监控明明被我删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之前就听说王驰背地里嫉妒林哲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老婆，我好想你，以后我转行开出租，不会让你担心了。不管你做什么，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丁，物资转换完毕，本次服务结束，祝宿主生活愉快。